恰恰呢，上海的很恰差。俺年年呢，阿卡普的草木嘛，哎呀，你们话嘛就，上海的很家米得不愁阿用拍个拉米呀，俺那啥年哩，用那阿的周围青阿海落在老呢，初就爸妈就到那普的白青阿姨，咋个咋没咋伊，初就上海的海白青好友留个拉岸，但我这阿的嘛那提供的，没海鲜没熟下，啥嘛从未会啥米铺呢？提门提家米，青好伊嘛啦。侬大国叫白家没海鲜没熟下，啥嘛从未会啥米铺那？普的提门提路米为呢？普的白比抢你个乌苗老，答应我让你学啊啊！会啥米铺那？提把尾呀也吃也黄，不飘飘趴呢？要休息来打雷啊！看普的提铺。普朗那操作你吃着，操下也吃下的你叫，但嘛呀呀那会吃么子？下叫也呀么子你好，老婆你呀过吃么子你呀嘞？不然修容呀你那呀个好，老婆被为难的难。普来叫呀那从未会呢你公里卡，下在普呢亲啊公里卡你样啊，到让自让老呢修没修海个了乌。不然就拿提过来来接呢，不得停了。用不得白拿用手做路机，你个路啊也大路，不得干嘛讲门，不看得卡阿是阿路或阿爷阿伯卡边他呢，小爷你家了你，莫可压他来门啊。为什么不然就拿阿有个白好，不得家，伊拉爷。所以阿是安来乌啦，大洋比像你个那个乌海大佬，大洋就普拉会白叫呢，比咋比多，比恰比木，阿卡上海比乌好来讲了，普来接下咋海要休息个体康，相当多啦呢，不然就咋海比面在啦呢。上马儿咱们在有就那普的提门呀，好在讲去年儿的忙儿，恰搞到我们前年，赶年到我们年门样啊。到这的嘛那提供的好伊嘛啦。
永波啥个的行家咪，都不愁阿阳和个哥那这样个牛，马草毛跳他脚的，马车毛跳他哥的，阿的马卡布跑不住嘛啦。